的上帝，阮做伙组织伫你的圣殿，因为阮知影，阮的生命是主你所照顾，也是你施恩祝福的囝儿查某囝。亲像囡仔倒来到伫上老爸的厝，伫主你的圣殿内，阮要敬拜你。愿主你的圣神进入这个圣殿，互每一个来到这个圣洁的礼拜堂内底敬拜你，阮的兄弟姊妹，会当将因的心门拍开，互主你的手摸伫因的生命中。主你将圣神的活气分入伫阮的生命中，当圣神带来所有生命的快乐，阮就要真侪有智慧、阁有尊贵活命的囝儿甲查某囝。愿将今仔日侍奉的所有的同工拢交伫你的手中，愿主你的圣神甲因三甲伫地，互因所唱出的诗歌会当安慰人，互因所唱出的诗歌会当互人真侪一个对心中有得到感动的决志讲，主愿愿意。主也求你，互今仔日敬拜赞美的领诗，会当伫主你的听的内底，来带领阮兄弟姊妹用耳朵来到你施恩宝座前。主也求你，甲今仔日师会的总圣长老同在，互伊所共读的圣经，会当摇醒人的心，互人记牢，互阮捌你较深。当阮入捌你了后，阮就知影讲，伫即个世间中间，有真侪人所追求的，并毋是上界尊贵的事。求天父上帝，互阮伫生命甲敬虔的事顶悬来得到提醒。祝你帮助阮今仔日，互所有的阮兄弟姊妹，包括伫直播顶悬。袂通伫圣殿内甲阮做礼拜，但是伫祈祷中间同心的所有敬拜兄弟姊妹，阮真欢喜喜乐保愿今仔日有阮的兄弟姊妹做伙来到圣殿来做礼拜。愿主你施恩祝福，互阮每一个人拢充充足足，领受上帝你的恩典。阮嘛欢迎新来伫阮中间的兄弟，求天父上帝甲老兄弟三个伫地，互伊带来外婆的家，会当伫这个所在。甲阮做伙敬拜，阮感谢学了你，阮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交伫你的手中，愿你的圣神充满伫这个圣殿内，祈祷我个所有性命，阿门。大家平安，平安。
让我们一起来唱诗歌敬拜上帝。我是天父爱的创造，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。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，一路上彼此照亮，互持拥抱。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。我们我们是你我不一样，我们一路上通往祝福的方向。我们来一生先爱我们，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。只要微笑，只要原谅，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。你和我都是天父爱的创造，我们每个人都有最美的梦想。一路上我们彼此扶持，彼此照亮，我们爱让世界不一样。让我们再一起来唱这首《我们爱》。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，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，一路上彼此照亮，扶持拥抱。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。我们爱率先爱我们，谁你我不一样。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。我们爱率先爱我们，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。只要微笑，只要原谅，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。我们爱，我们爱，率先爱我们，谁你我不一样。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。我们爱，率先爱我们，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。只要微笑，只要原谅，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。第二首，顽劣的狗杠铃。外星卡玻璃的字，伫地那处理去。外星期待你的生命，予人存在无数，总是一个土地的迷信，犹原讲不捌你，求你予我一寡的机会，来太阳的前面。外星卡玻璃
心较无你的字，伫地若出伫天，我的心期待你的生命，予人尊谈无数，总是一个土地的白纸，永远都不捌你，求你予我一挂的机会，来看样认证你。我的心较无你的字，伫地若出伫天，我的心期待你的生命，予人尊谈无数，总是一个土地的白纸，永远都不捌你，求你予我一挂的机会，来看样认证你。愿你的土到位，我愿意予天阮过来回应。星星照到残我，是个光亮的一场，我无你到死到行。愿你的土到位，我愿意予天阮过来回应。星星照到残我，是个光亮的一场，我都为你来活。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主啊，愿你的国降临，做我们时刻的帮助，引领我们，使我们与你同行，传扬你的爱给世人。我们要献上感谢的祭，在你的圣所求告你的名，求主听见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那我们一起来唱这首《你欢喜的祭》。我听你听他的声，因为我可你。我在朝行的路，因为我心仰望你。
请走吧。万军的耶和华，你徛起的所在，怎样才通意爱？我的心神恋慕耶和华的殿宇甲魂气，我的心肠，我的肉体，向我的上帝求叫。以色列啊，恁着仰望耶和华，因为耶和华有慈爱，伫伊有丰盛的救赎。世间情人拢着点睛，虔诚行伫面前。若见我如世间小事，通通阮替你受死。上帝讲你的圣殿，咱着敬拜是敬虔。请咱做来吟圣诗172首。至尊的主宰，上帝是神，请咱起立吟全首。
请咱做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白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场比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倒活，上天，当地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，伊要对遐倒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做赦免，肉体倒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那这请坐。请咱做伙来启应，咱来看启文第3篇。耶和华阮的主啊，你将你的阳光摆设伫天里，对婴甲食恁的喙建立能力。我看你的天，你的手所做的，世间人是啥物？你少念伊。你互伊比天使利亚较输。你设立伊管理你的手所做的。就是一切羊甲牛，空中的鸟，耶和华阮的主啊，阿妹，接续请咱倒来吟圣诗159首，至圣的神听阮祈祷。请咱坐咧吟全首。世界。
请咱做伙仰头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疼的源头，求你的疼来充满阮，互阮脱离自私的本性，学习你的疼来祝福别人。主啊，阮恳求你帮助阮伫生活中学习学晓追求真正的尊贵甲美善，互阮的行为甲思想拢会当活出你的光甲疼。阮也为遐个伫黑暗中迷失的人祈祷，求主的光照伫因的道路，互因也会当找到真正的尊贵甲美善，早一日倒转来到你的怀抱中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的拣选，互阮会当真侪你的囝儿查某囝，这是阮生命中上大的福运。感谢主，也互阮有份真侪得当教会一份子。阮深深相信，这不是偶然，乃是主你伫阮的生命中有上美好的计划甲祝福。恳求主帮助阮更新阮的心思意念，互阮会当大胆勇敢去担主你要所想事，互阮丰盛人生的应允甲祝福。愿所有荣光、尊贵甲娱乐，拢归伫你。愿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的名求。阿门。上帝有歌，就是拄娱乐，请升歌队。荣耀宇宙。
请咱做伙来强守上帝的话。咱先来看旧约圣经诗篇第8篇第1节以及第4节到第5节。耶和华，阮的主啊，你的名伫全地到这悬大，你将你的荣光摆设伫天里。第4节，世间人是啥物？你少年伊；人的囝是啥物？你看顾伊。你予伊比天使离啊较输，就想视伊荣光尊贵做冕旒。再说，咱再来看新约圣经彼得后书第1章第2节到第4节。愿恩典平安对恁亲在上帝，甲咱的主耶稣加添济济互恁。因为上帝的权能已经用一切关系活命，甲敬虔的事赏赐咱，对伫亲在迄个用家己的荣光甲好德招咱的。第4节。对这个已经有宝贝甲极大的应允赏赐咱，要互恁对这个应允脱离世间对私欲所致的败坏，得到有份伫上帝的圣情。阿门。讲到人物尊贵甲美善，请曾牧师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的礼拜，牧师有一个心意，放伫我的祈祷的中间。我仰望咱教会所有的青年，当因大汉的时阵，父母会当用因做心中的欢喜甲骄傲。时间咧过足紧，我的家庭囡仔嘛拢已经长成。上帝伫因长成的时间，甲阮陪伴恩赦，互阮有稳定。牧师真欢喜甲恁分享即种的快乐。牧师嘛仰望上帝施恩祝福，伫咱教会大大细细。囡仔有囡仔的荣耀，大人有大人的荣耀，老人嘛有老人的荣耀。愿天父上帝将即个荣光尊贵赏赐互咱。检查兄弟姊妹，你要问我讲，牧师你所要讲的，以及圣经所要讲的，人的生命的尊贵到底是甚物？恁慢慢的听，牧师通过圣经甲咱分享。一个人有尊贵的活命，伊行出去，人看到伊就感觉讲：哇，毋是伊敢若行路有风，这个人甲人无共款。伊的水毋是这个世间的水，伊的水毋是伊穿名牌的衫的水，是人的生命有一种讲袂出来的气质、精神。成语叫做气宇非凡，意思就是伊的态度、伊的气质，有甲人无共款的所在。兄弟姊妹，你敢无同意？做基督徒，甲一般外面社会人的气质应该无共款。这毋是社会对咱的要求，这是社会对基督徒甲教会的存在有另外一种的标准的看法，讲因做基督徒，甲这个社会交际应受的人无共款。愿天父上帝今仔日伊的圣神向咱分活开，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领受圣神的帮助。特别，上帝祝福咱的子儿孙将来有荣光尊贵。今仔圣经讲，做因生命的冕旒。咱为着这种的祝福，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。活命真理的上帝，你赏赐活命甲真理，你予真理提升人的智慧，你予真理提升人对有价值的事有所认捌。主，阮今仔日聚集伫你的圣殿，阮敬拜你，因为你的名到遮宽大。主啊，伫天地中间无一个生命会通甲你相比拼。阮敬拜你的时，愿主你的荣光充满伫这个圣殿中，特别互人的心充满上帝你圣神所带来新的活命的快乐、觉醒、能力、智慧。主求你祝福今仔日的礼拜，互每一个兄弟姊妹大大得到帮助。阮伫你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今仔日我要甲咱
第一，求上帝开咱的目睭，互咱让认捌即个伫人生中间真正有价值的事。一个人目睭若无明，伊就袂通真正认捌什么是有路用，什么是有价值的事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上帝的圣神开咱的目睭，互咱充满智慧。第二，我要甲咱分享的祈祷就是甲上帝讨即个属灵的智慧。伊讲，咱若认捌上帝，咱就认捌伊所授予咱又宝贵又贵重的迄种的应允。新约旧约的圣经中间咧讲起，人觉醒认捌上帝了后，伊就脱离卑贱的事，目睭越走无看虚假。求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，兄弟姊妹也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带两个祈祷，都伫你的生活中间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囡仔，会通认捌上帝的荣耀，上帝真正的价值。我捌甲你分享讲，我的妈妈是一个真有审美观念的人。假使你若来了较早，伫德登教会，捌我的妈妈迄个时期，你会感觉我的妈妈真正是无共款。伊对审美观念有她的独特的伊的坚持，毋是干那穿插。伊对色彩，伊对插花，对真正水的这物件，伊拢真有伊个人的看法。其实我真福气，因为我细汉的时阵，我的妈妈有当时伊若要去逛街，伊毋是带我去买物件互我。伊拢会带我出去，然后伫百货公司，就叫我徛喺边仔看。伊讲：你看这件衫有水无？伊的水伫啥物所在？我的妈妈会教我讲，啥物色彩相配，伊有真无共款的看法。伊会讲，这个设计伊独特的地方在什么？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伊的圣神，就亲像我的妈妈带咱大家。互咱伫人生中间，咱有对审美的观念有一个新的开始。所以基督徒的穿插，甲外面的社会的流行会无共款。恁敢有同意？今仔真侪时阵，人穿衫，伊所表达出来某一种的水，其实甲圣经中间无一定是一致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上帝面前，咱知影什么叫做真正的尊贵甲荣耀。愿天父上帝互咱认捌。因为圣经耶稣伊安尼讲，恁就爱完全亲像恁的天父完全一样。所以圣经常常会教咱讲，咱的穿插、咱的形象，就亲像上帝起头创造咱的时，上帝用伊的形、用伊的气质、用伊的荣耀来创造咱。毋是因为咱穿啥物的问题，是因为咱内面有啥物种的性情，咱内面有啥物种的气质。咱就诚做心中的人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。圣经甲咱讲，上帝要互咱有份伫伊的性情，上帝要互咱有份伫伊的性情，这是真大祝福。咱无论今日到啥物所在，人讲因是天公的囝，你无论今日到啥物所在，伊就咱就代表上帝。即届的经典赛有一个对美国倒来台美裔迄个叫做会仔有无？伊佫学一句台湾话咧，等于要倒去美国，是人咧甲伊问的时，伊讲一句台湾话，讲我是天公仔囝。虽然伊讲台湾话安尼无真骨溜，嘛无真对，但是伊竟然知影讲，伊是天公仔囝。台湾人是一个伫世界上应该是一个有尊贵的兄弟姊妹。咱不但是天公仔囝，咱是天父上帝的查某囝囝子。愿天父上帝，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对圣经有根基，咱对圣经有标准，咱用圣经来做咱的祈祷。求天父上帝带咱读圣经，特别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兄弟姊妹，你听了，你问你家己讲，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，有对一句话特别感动我。你针对伊的感动，回应上帝的圣神，你甲圣神讲，圣神，我感谢你，伫今仔日的礼拜。所读的圣经，你互我明白，什么是宝贝，什么是贵重，什么是上帝的性情。上帝的性情的原文叫做上帝的本质啊。迄个性情，迄个字英语解翻做 nature， 就是讲伊画出来人的迄个品格甲气质，有上帝的形象伫咱的内底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静静听，安静想，勇敢甲上帝讨。伸出你双手，
你甲主祷讲，主啊，还阁未到万，无论我即摆年纪怎样，活到老，学到老，主你帮助我。虽然人到年老的时阵，感觉老狗变不出新把戏，改成人到老都无啥物把戏通变啊，毋是，兄弟姊妹，人生是永远的。你若相信将来是永远的，人虽然年老，永远甲上帝荣耀，一直到永永远远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是有福气的人，咱今生享受上帝恩惠，咱将来未来嘛享受上帝所享受永远的活命。求天父上帝今日将伊的荣耀尊贵，亲像大卫讲，大卫较有这种的智慧，大卫较有这种的觉醒。今仔日恁若静静阁将诗篇第8篇定心安静甲读，基本上诗篇第8篇是一种人的觉醒。人伫伊所生活的环境中间，伫大自然的中间，伊忽然有感觉有一种的神性，有一种的荣耀，有一种的尊贵。讲耶和华，你的名何等的神圣！伊看到日月星辰，伊生活伫大自然的中间，伊对大自然的中间，忽然感觉，伊是徛伫即个青草地上，但是是一个神圣。上帝创造的所在，这篇诗基本上叫做觉醒啦、觉醒。这个人将伊内面的一种的智慧的觉醒，伊就写落来。特别伊伫第3节、第4节，伊讲人算什么？你竟然看过伊，你竟然疼惜伊，啊！这番你的心，你讲，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你所享受代表的，我嘛要爱有。也这安尼有道，安尼有公平无？上帝会祝福大卫，敢袂祝福咱？上帝祝福所罗门，上帝敢袂祝福你的囡仔？咱的答案拢讲是 yes， 会，对不对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有一日毋是干那出好子孙，咱的囡仔出去到什么所在，拢都有上帝的尊贵荣耀。啊，人拢感觉讲，因基督徒的家庭甲人无共款，毋是咱牛。毋是咱有能力，是因为上帝圣神来充满咱的家庭，咱的家庭要无共款。兄弟姊妹，伸出双手来领受。咱做基督徒上大福气就是伫今生得100倍，即将来得永活。愿天父上帝将这种活命的欢喜赏赐予咱，伫今仔日的礼拜。尊贵，圣经所讲的尊贵，毋是虚荣，尊荣不是虚荣。真的袂假，假真袂去。愿天父上帝帮咱咧今日的礼拜，咱伸出双手，咱甲上帝讨。上帝，我现实的活命，我尊贵的活命，不是荣华富贵，不是虚荣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来听诗篇。无可是，佮一解读互咱听。伫诗篇的中间，伊最重要这个诗篇内底，伊讲到2项：第一，认捌上帝；第二，认捌家己。大卫先认捌上帝了后，伊忽然就认捌家己。所以讲，你将这管理宇宙的万物的管理，赏赐伊，人算做什么？你将阳光尊贵做伊的帽仔，你将阳光尊贵亲像王子、国王的囝，伊就得国王的帽仔，伫上帝荣耀甲尊贵，将伊赏赐予咱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祷讲，主互我心知。互我明白，互我看到你的荣耀；互我心知，互我明白，互我看到上帝你的荣耀。若看过水的物件，你就忍受不了那个，有个怂，有个歹，红配绿，搞臭屁，当然是一个形容词啦。红配绿有当时配到好嘛是足水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上帝赏赐伊的圣经陪伴你。若毋是圣神的帮助，无人会当看到日月星辰，就忽然有一种的智慧讲：哇！我看你的手所做的天，你所摆设的月甲日头，我忽然问讲：人伫这个浩瀚星河，人伫这个宇宙下面，人何等的渺小，人何等的微细。求天父上帝帮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请听大卫安尼讲：耶和华阮的上帝啊！你的名伫全地到遮悬大，你的阳光摆设伫天顶。伫这个所在讲到，
上帝至尊至权的名。所以耶稣甲咱的祈祷讲：愿你的名圣，愿你的国临到。兄弟姊妹，伫你的一生中间，你敢有感受到你伫任何的事内底，伫任何的代志大小事，互主出头，互主的名得到高举？所以尊贵的基督徒最重要，你问牧师讲，敢有一句话当形容上帝的尊贵，甲人类所得到的尊贵？牧师提醒恁一句话，恁已经早就知：容神益人。伫人一生中间，无比这项事更较重要。人的存在是为了荣耀上帝，人的存在是为了让人通过伊的生命受祝福。圣经对头到尾，对阿伯来喊讲启示了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面前，咱永远尊上帝的名，无辜负伊的名，无互伊无面子。咱行出去到面，甲人交陪，你都爱记得。今仔日咱若学袂做，是互老爸安那无面子啦，互上帝见笑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尊主的名最大，也愿伊的面的光，愿伊的面的光照咱，互咱活伫伊的荣耀的中间。求天父上帝帮助。代表有一个足大的特质，就是圣神充满的时阵，伊会顿悟，伊有自觉，伊会发现。伊会发现，我徛伫这宇宙中间，我毋是干那一个个样的囡仔哪定，就亲像咱得当出来的囡仔，毋通嫌家己。得当虽然是草地，但草地无比台北较无路用。草地囡仔烦恼比台北会无共款，信息无虚华，对无？但是有当时出国去会去互袂益。咱若伫繁华的都市，若无甲伊虚华，咱好像就对人袂着。哦，白讲，毋是安尼。咱伫这个世界咧用的，就是时代信息的画面，人生生命。所以，你姊妹愿上帝赏赐咱有这种属灵的智慧，敬拜上帝无空空，你阿们吗？敬拜上帝无空空，恁阿们吗？敬拜上帝无空空，恁相信吗？我的上帝无互我一生见效。我的上帝和我的一生中间充满真多我不配得，但是他量身定做的祝福。兄弟姊妹，咱拢是福气的人，因为咱做这个得当教会这个家庭的一份子，人人有份。愿天父上帝施恩赐福伫咱的中间，互咱伫今仔日，上帝将什么授予咱？今仔日的牧师会祈祷，今日牧师会第一张投影片，迄张相片，就是一个细汉查某囡仔，甲耶稣咧讲话。耶稣甲伊讲：“我要将荣光尊贵放伫你的生命中。无论咱去到啥物所在，咱毋免讲话，人就感觉即个囡仔无共款，伊好家教。兄弟姊妹，有一日互你的朋友讲：‘哦，你是真有教你的囡仔。’我强要我囡仔老死啊！啊，谁啊？恁的囡仔较人讲无共款，你毋能夸口，你爱讲家在有上帝。”祝福我的囡仔，我的囡仔真仔日好教，是因为我有出来敬畏上帝，所以敬畏上帝的囡仔知道理、捌道理，愿意听道理。兄弟姊妹，毋是干那咱福气，愿这个社会所有的家庭，拢因为咱来认捌耶稣，也因为咱来认捌上帝，伊甲咱同得福音的好处。愿天父上帝将荣光尊贵放伫这间教会。做伊的光，做伊的面流，互咱伫伊的面前享受这种的荣光。代表有一个足要紧的态度，伊徛伫这个天地中间，伊发现上帝的尊贵荣耀，伊发现家己会渺小微细。一个袂晓谦卑的人，真困难读有上帝的话；一个袂晓谦卑的人，真困难顺服上帝的计划，甲上帝的带领。但我有一句话叫做假牛啦，嘛有一句话叫做假仙啦。今仔真侪人是假牛，佮兼假仙啦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上帝将迄个圣神放伫咱的内心，咱忽然就一句话讲：圣在，圣在，圣在。咱的心内若有这种上帝临在的敬虔的心，咱就袂随便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。
第一个祈祷，牧师代替上帝伊的手，将这个荣耀尊贵手带到恁的面前，恁若欢喜的人，恁就伸手来领受。愿天父上帝开咱的目睭，圣神开咱的目睭，互咱认捌上帝的名何等的尊贵。上帝伊伫这天地中间何等的有权能。愿上帝，愿主耶稣将伊所有一切好良善加添伫咱的中间。今日圣经讲，就济济加添互恁多加的生命，兄弟姊妹，济济加添互咱。我所听兄弟姊妹，咱用上帝圣经讲，大大的张口，大大开嘴，毋是干那食，大大开嘴就是学乐敬拜祈祷，用上帝大大的张口，大胆甲上帝讨讲，主除去我心内做遐个虚荣，遐个虚假，主你将你的荣耀尊贵放伫我的画面内底，互我毋免安那勉强，是助人之人。什么种的代志，我一呼一吸，举手投足，拢充满上帝家己伊本身的尊贵甲荣耀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特别今仔日所读的第2段的圣经是彼得后书第1节到第2节，第1章第2节到第4节。最近咱的教会查经的进度拄到伫大卫包身所咧介绍的彼得前后书第1章、第2章。第一中间彼得发现讲，上主耶稣所起造的小亚细亚教会有危机。第一，因对圣经无明，所以搞互人摇动欺骗，所以因的观念对圣经的认识有偏差。第二，因的行为无细正，品格无细正。第四，彼得感觉讲，这群人因伫上帝的面前，因失了因应该有的气质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彼得后书怎样讲呢？伊咧帮助基督徒认捌上帝伊神圣的本性，然后伫伊的画面中间会当建立一种真正天国的价值观念、天国的价值观。兄弟姊妹，这是你的家庭作业。你安静回想圣经看起来，伫基督了后，你问圣神讲：圣神求你帮助我明白。今仔日牧师所提醒，什么叫做天国的价值观？白白得到，白白互人，听人亲像家己。上帝所讲的尊贵的事，就是容神一人，大爱无私。兄弟姊妹，愿咱伫这个信仰的内底，咱的生命有改变。咱变做一个欢喜甲人分享的人，咱变做一个袂虚华的人。咱变做一个踏实的人，咱变做一个有怜悯人，看到人的欠过时，心内的唔甘。咱变做一个有宽宏大量的度量，人会辜负人的过失，咱对心中有一种宽容包容的心，讲啊，主啊，赦免你，因为因所做的，伊唔知。愿天父上帝帮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来读这段圣经，彼得安怎讲？伊讲：恁若深知上帝，恁若深捌主耶稣基督。今仔日的礼拜，逐届的礼拜，逐摆的礼拜，最重要的目的是帮助既然行入这个圣殿，徛起来信仰告别吟诗、祈祷的兄弟姊妹，拢目睭金，会当看见这个看袂到的上帝，充满伫咱的身边。愿天父上帝圣神帮助所听的兄弟姊妹。捌上帝的人，伊心中有亏难，伊袂感觉人生中间欠这欠迄。捌上帝的人，伊伫人生中间无容易互这个世间的金钱收买伊的灵魂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上帝圣神甲咱撒个伫地。若毋是圣神，人就无法度认捌上帝。这句话啥物人讲的？这句话是保罗讲的。写伫哥林多前书第2章，兄弟姊妹，恁重新对读。伊讲，上帝所赏赐咱的圣神，毋是这世间的圣神，是上帝家己的圣神。伊要将所有上帝的奥妙，拢互咱明白。愿天父上帝帮助。保罗伫迄本哥林多前书第2章中间，伊讲到标题，伊
伊讲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有备的，就是伫遮。上帝将伊的圣性，亲像伊的灵分入伫咱的生命中。伫个今仔礼拜，搁一摆分入咱的生命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，最后一句伊讲啥？加添侪侪，遐这你愿意无？你愿意才做一个富足的人吗？有满足的喜乐。什么人叫做满足的喜乐？就是伊心内没有无迄个欠缺的乞食性，欠这欠那欠那。人的一生若有一个满足，哪怕咱过的生活是一个真简朴的生活，咱嘛会有一种满足的喜乐。求上帝的圣神将伊家己本身充满伫咱的家庭，充满伫这间教会，加添侪侪。兄弟姊妹，你看你的心讲，主啊，阿门。愿主加添互你，伫你的人生中间，不但加添你所需要的物质、金钱，上帝加添你侪侪智慧、品格，佮有就是上帝所有一切荣耀的美德。伊讲，恁就要有份。彼得伫这段第4节，伊讲：恁就要有份伫上帝的圣情。一个互上帝圣情充满的人，伊知轻重。我搁讲一解。一个互上帝圣情充满的人，伊知轻重，会知影啥物是轻，啥物是重。尊贵这个字本身伫希伯来语，伊的原本的意思叫做有重量啦。意思摕起你上帝伊的天平顶悬称落去。就知影人这个人的生命拍拍，这个人的生命拍拍。咱若放伫上帝伊的审判做证，尊贵的活命是有重量。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伫地，请听彼得伊安尼讲，伊讲上帝的权能已经将一切关于活命甲健康的事，将这两项事甲咱讲，上帝的权能。这个字叫做舍奥dunamis， 这个字短两个字，权能这个字就是上帝甲伊的权能。求天父上帝将伊的权能 dynamic， 就是伊上帝的活命的 energy， 甲伊的这种的快力放伫咱的内心，互咱明白两项：第一，人活是一狗开，互咱明白，咱若亲像一粒麦仔。待伫土里，这就是上帝国的价值观了。主耶稣所互咱的上帝国的价值观就是安尼，伊亲像一粒麦仔，待伫上帝国度的土。耶稣是一个尊贵的上帝的圣子基督，伊竟然对天降临，对伊的宝座椅顶悬行落来，临到伫这个世间，听小你我咱，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明白耶稣。留予咱的模样，或者愿咱亲像咱的主耶稣一般样，求天父上帝将这个活命甲敬虔、敬畏上帝的人必然要得到圣神的充满。敬畏上帝的人，伊的生命要脱胎换骨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才有福气，通坐伫上帝圣殿内的咱。今仔有真侪世间人，到处亲像甘露。无用试试，一直咧吹，一直咧吹。什么是成功的人生？什么是有福气的人生？什么是尊贵的活命？愿天父上帝对天降伊的雨水洗清咱，对天降伊的荣耀的光照咱，对天将伊的圣神的风分入伫咱的内底，亲像火的籽分入咱的内底。古早就是安尼讲。今仔日嘛是安尼讲，兄弟姊妹，莫干那听，领受。求天父上帝祝福咱大家。伊讲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。兄弟姊妹，伫你一生中间，你已经领受到上帝予你什么吗？兄弟姊妹，求就予咱找着拄着，拍门就甲咱开。爱教咱的囡仔对少年，都会晓甲上帝讨将来人生。我的父母从我细汉的时阵。虽然伊用足大的努力、足大的辛苦，你栽培我甲我的哥哥两个双生仔，就爱阮会晓读册，爱阮会晓有出发，但是更较重要，我的父母稳准阮
伫上帝圣神的感动中间，选择阮的人生何去何从？当有一日，我甲我的爸爸讲：“爸爸，我想要读神学院。”我的爸爸迄个笑容到今仔日，伊不但甲我讲毋爱啦，伊阁带着一个欢喜，与有荣焉。我头一摆感觉我的爸爸，感觉我的选择，伊讲选得好，伊无安尼讲啦，这是我家己讲的。我会感受到我的爸爸，伊陪伴伫我的身边。有一日我到天堂甲伊相见面的时，伊讲：“阿成，你有认真，你无认真。”伊会开嘴，求天父上帝帮咱伫今仔日个礼拜明白，上帝讲伊要将伊的本性赏赐互咱。兄弟姊妹，拍开咱的心门来领受。你讲请入来，以马内利的上帝，求你帮助我。原咱伫伊的面前，咱就明白什么是活命，什么是敬虔。兄弟姊妹，为着你家己的活命改变，好无？毋是为着别人，是为着你家己改变。咱来到上帝施恩造成最重要，就是要主耶稣基督的活命改变咱的活命，恁同意吗？哪来那亲像耶稣？永远毋通停止。哪来那亲像耶稣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面前，咱有智慧明白讲人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咱嘛知影讲敬畏上帝的人无空空，求天父上帝帮助你，有法度教你的囡仔认捌。虚荣跟尊荣是不一样的。虚荣是可以用钱买的，但是尊荣是用钱买不到的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两个祈祷。第一，求主帮助咱认捌什么是真正的尊贵，什么是真正的好。求天父上帝，我咱做基督徒无空空。对少年甲年老，愈来愈清楚知影讲，有价值的事、好的事、尊贵的事。将这个智慧放伫咱的囡仔心内，亲捌上帝是智慧的开端。所罗门讲，敬畏耶和华就是啥物？智慧的开端啊！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家庭，咱的囡仔有智慧。求天父上帝帮助，将这个智慧、能力、尊贵，多加添予咱。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求天父上帝开咱的目睭。上帝所有人类就是活得像人，不是活得像鬼。人甲鬼是无共款，我人就是人。今日圣经讲，你予我比天使利亚较输，这不是输赢的问题。代表所讲的这句话意思就是讲，你活得让我像天使一样的灿烂尊荣。那你起码代表伊安尼讲，就是讲，你予我比天使利亚较输，伊的意思就是讲，我甲天使真接近。伫人类的中间所追求的，就是上帝活命，改变人的活命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。我要安怎认捌上帝？两项。咱要认捌上帝，第一项就是通过圣经认捌上帝；第二，通过伫你心内这个圣神，你我都认捌上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读圣经是咱做会到的。但是圣神要安怎会当充满伫你的内底？祈祷，你若爱上帝圣神充满伫你的内底，你爱真正欢喜。你甲圣神讲，我要100%将我的心思意念、将我的思想、将我的欲望、将我的态度，全然交伫你的手中。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恳求你，亲自到我的活命。昨暗的查经班牧师有安尼，甲兄弟姊妹分享讲，我教咱一个祈祷，得到圣神的充满。我甲因祈祷，甲因分享讲，亲爱的圣神，请你进入我的生命中。我奉耶稣的名恳求你，进入到我的活命中。因为耶稣亲自应允讲，圣神要临到伫恁的活命中间，伊要将我过去所讲的话，搁一摆。讲互你听，圣神若甲圣经做伙时，人就要充满最料想未到的创意、智慧、聪明、策略、能力、才办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毋通空空离开，求这个圣神
充满伫你的家庭内底。所以今仔即句话，伊讲律法就是将来的事的影，意思是讲，你对上帝的话顶悬认真来领受的时阵，你就要看到你的将来。因为上帝要通过圣经甲你讲伊的计划，上帝要通过圣经，互你明白，伊伫你的生命中间的带领。既然你有感动的话，伊就要成就伫你将来的人生。所以希伯来书伫圣经的上尾要结束的时阵，希伯来书伊讲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子。在座的青年，恁若想要爱明白恁的将来是怎样，恁用祈祷。在那读圣经，上帝要亲自对圣经的内底甲恁讲，什么是我为你量身定做将来的计划？这是真的。上帝听每一个人祈祷，伊嘛听牧师的祈祷，伊嘛会听恁的祈祷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明白什么是有价值。彼得伫伊即种彼得后书第1章第3节，伊讲将活命甲敬虔的事。将活命甲敬虔的事，用什么种的能力？用上帝的观念，用上帝的观念开挑，互咱知影，互咱明白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选择，因为伊将真正的智慧赏赐予世间人。愿天父上帝互咱即阵敬畏敬拜伊的兄弟姊妹，咱的敬拜无空空，咱的敬拜嘛无到咱即代就结束。愿天父上帝互你的囡仔。智慧，搁再加添智慧；能力，搁再加添能力；敬虔，搁再敬虔，增加敬虔。愿天父上帝将各种的良善、美好，拢放伫你的家族，互咱伫这个社会做伊的代表，做伊的见证。今仔真欢喜看到金明姐甲谢中兄因今仔日健康来到教会做礼拜，天父上帝祝福。咱或者有当时会艰苦破病，但是上帝常常拢是咱的倚靠。愿天父上帝多加添，包括体力，包括智慧，包括心内的良心，上帝圣心的开展。咱让今捌，上帝愿我的生命随互你看，也愿你的生命伫我的内底，互我随互这个世间，我的亲人朋友看到主你的荣耀。所以听你姊妹。愿恁对上帝亲自来领受一切，上帝所赏赐正直的心、清洁的心，人非圣洁，不能见主面。新约圣经讲，人若无清洁的心，就无法度看到上帝的荣耀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大爱无私，容神一人；大爱无私，容神一人。一个基督徒伫这个世间。上帝国毋是干那福音的消息尔，上帝国的福音就是上帝将上帝对天人来活命，放伫这个地上伊的囝儿查某囝，互这个地上会在所有的万民拢知影讲，原来上帝手中有一个极大无比的祝福。上帝常常用软弱的人互勇壮的人见笑，上帝常常用丧凶的人互好嘢的人见笑。上帝常常互软弱的人，互迄个刚强的人见笑。这个信息毋是见笑，信息就是一个新的看见。看见讲，人袂通夸口伊的钱财、伊的健康，人无啥物通夸口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，伊互咱有圣经的信息。主耶稣留了一个足大一粒麦子的典范。主耶稣高在上，但是伊对天堂的顶悬对天人，伊慢慢一步，伊落来到这个凡间，伫这个世间，甲咱相合伫地。耶稣所追求不是人往上爬，耶稣所互咱的一个很吊诡，所以真侪人讲耶稣所留互咱模样是这个世间人袂通明白的，除非人互上帝听充满，若无。有什么人愿意牺牲家己，放了家己，选择往下流动的，去服侍人的人生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会当知影，独只有认捌上帝的人，伊才会当认捌家己；独只有认捌上帝的人，伊才会当得到多加的荣美。
在咱的生命中间，哪来哪加天的荣耀？求天父上帝，互这间教会，毋是秘伫草地，虽然是伫草地，但是嘛会通荣耀上帝。最乡村的教会的见证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将伊的荣耀，将伊的冕旒尊贵，放伫这间教会，互上帝光充满伫咱的中间。第二，我要跟兄弟姊妹做第二个祈祷，开我目睭，开我目睭，求上帝开咱的目睭，互咱伫人生中间看到正确的选择。求天父上帝开咱的目睭，提升咱的眼光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都要用尊贵甲上帝荣耀来提升你的囡仔的眼光。爱用这种的祈祷，带你的囡仔。求你的带你的囡仔到上帝施恩做证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开咱的目睭。哥林多前书拄则牧师甲咱讲，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预备的，伊予咱什么？伊予咱就是上帝的圣心。咱所领受的，就是对上帝来的圣心。伊要予咱明白上帝施恩祝福伫你一生中间的事。兄弟姊妹，圣经遮尔宝贝。对头到尾，不要断章取义。咱来真正对圣经头读到圣经尾，咱来一气呵成，了解上帝话原来是安尼讲。所以咱读到上帝所有备的，为着听伊的人，甲咱备办的是什么？是伊本身就是圣神。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互咱明白，真正尊贵不是荣华富贵，真正尊贵不是虚荣。真正尊贵，就是活出上帝的美好，活出上帝的性情。求天父上帝将伊的性质、性情、本质放伫咱的内底，放伫你的家庭。亲爱的姊妹，耶稣听你，咱做祈祷。我命的主宰，阮就什么拢毋是。主耶稣，阮深深记得你甲阮讲，你是葡萄树，阮是葡萄枝。伫今仔日的礼拜，阮同心组织伫你的圣殿，阮求你，搁一摆，将你的圣神赏赐互阮，互阮活出你的本质，互阮明白主你的圣洁、荣耀甲尊贵。主你帮助，见若心中较无的你的囝儿查某囝，提升因的眼光，赏赐因圣神的权能。互阮赢过这世间，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
请咱做伙用圣诗263首来应答上帝的听。至圣的天父，求你压落听，请咱起立应全首。听这，请咱准备奉献。
那这请坐，平安的请曾牧师。亲爱的姊妹，伫咱要唱一条耶稣听你的平安平安礼的诗歌进前，牧师来邀请一个金明姐甲谢龙兄恁来头前，牧师替恁祈祷吼。咱感谢上帝的照顾求上帝继续照顾恁。一个所需要的人，咱用这个诗歌来为人代祷，也为家己祈祷。耶稣听你，耶稣听你，你心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你，叫你脱离黑暗的关系。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，带你进入光明的国度。哦，耶稣听你，因为求你，耶稣永远听你。咱当心来祈祷。祝每一个阮的亲人，祝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，祝当因拄着艰难的事，主耶稣求你怜悯帮助。阮也未开嘴，你就知阮的需要。主，伫阮的欠过软弱的事，主你加添你的气力，伫每一个需要你活命的人。当阮伫祈祷中间唱这条诗歌的时，阮深深相信，主耶稣你的听，要降临伫需要你的人。这就是福音的起头，主耶稣，你就是福音的起头。我们恳求主你将你的听灌压伫每一个家庭，伫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。主伫病床中，伫暗暝困袂去的心灵，伫最最操烦跨路的心，求天父上帝你的圣神进入因的生命中，互因知你甲因讲，愿恁平安。主，我嘛为着阮的士大人甲长辈来祈祷，求天父上帝，你好款待阮的士大人甲长辈，互因伫这个满年的时间，会通有主你的圣神甲因三合之地，互因准备通伫上帝你荣耀的圣殿内，时时刻刻对今仔日到永远，拢是伫上帝你受恩做证，来享受上帝你的听。主，阮将阮的士大人交你的手。主嘛为着阮出外的青年来祈祷。主，当因出外伫外面，无论是读册，无论是工作，
无论是拍拼什么种的前途计划，愿天父上帝互因知，伫你的手中，你有备办你的运费，你嘛有你的计划。你是一个以马内利的上帝，你嘛是一个摇花屹立的上帝。主求你施恩祝福，伫每一个伫网络顶管甲阮做礼拜的阮的兄弟姊妹，愿主你的运费甲因撒较伫地，对这时候永远无尽。阿门。咱来为这礼拜生日的人来祈祷，咱请这礼拜生日的人来头前吼，圣诗圣云吼。上帝的听也哪加天，伊的信用嘛哪加天。主吼，所有的世界拢伫你的面前，因的灵魂体的忠诚，就亲像阮的主耶稣基督，迄种严格甲美丽。主啊，将所有生日今仔日的阮的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中，主求你特别甲信学，甲李医生，甲义安撒家己地，主啊，将所有今仔日即礼拜生日的阮的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中。愿主你的圣神、圣属因、灵力甲智慧，通算上年日，也管理因的生活，活出上帝你所有一切恩德的记号。愿伫你的名下的祈祷，我耶稣基督的圣名。第四回咧报告进前无事要进先困甲咱邀请吼，多谢咱多年对阮的家庭的疼惜，甲阮当做家己的人，上帝互阮有一份足大的礼物吼，我相信哪来嘛要恩上加恩吼，即礼拜六就是悠的结婚礼拜吼，毋是嫁出，嘛毋是娶入来吼，就是两家成为一家吼，所以伫即个欢喜的礼拜日。拜六的即个礼拜，婚姻的礼拜，牧师甲我代表，但牧师甲我，阮甲咱邀请吼，邀请咱来甲阮斗欢喜，嘛带下恁的祈祷来到伫即个婚姻的礼拜中间吼，礼拜了后，牧师无啥物人请咱吼，我无办到吼，但是我嘛无免讲，我无办到，但是悠甲刘嘉欣因有一个生意吼。伊要办一个真温馨简单的茶会，请咱留落来做伙啉咖啡，嘛有真多兄弟姊妹甲阮斗相共吼，所以希望这个礼拜跟这个礼拜后的这个茶点，咱大家亲像这个足欢喜的气氛，咱做伙吼，迄个中间尤嘉欣甲这个庄友友甲我讨讲，伊要敲响幸福的钟声呐。意思是讲，要茶会进前，伊要讲10声十全十美哈，伊要敲响这种幸福的钟声哈。你捌听过一条歌叫做《幸福的钟声》嘛？对吧？哈以后呐，毋是讲以前也未挂钟就无讲，将来挂钟以后呐，咱的教会有青年音乐院，伫这个礼拜中，咱就当互因敲响幸福的钟声哈。真辛苦邀请咱拜六下晡2点咱做伙甲阮斗欢喜。好，咱来将思维来报告。
即摆由我来报告。顶周的聚会，请咱家己看。本周聚会，礼拜9点半，伫礼拜堂；祈祷会拜三8点，伫礼拜堂；查经班拜六早起时甲暗时拢暂停。圣港服侍后礼拜书会要请林七吉长老，领诗要请青少曲，抒琴请陈美秀执事。书献甲招待，请尤丽芬执事甲郭一玲执事；爱餐要请郭一玲执事。新眼讲读经表，请咱照这个顺序，逐工来读圣经。基天交通第一，3月30到4月初4是受难周，有受难周的礼拜，请咱预备心来参加。4月初5国外节。期待要受洗礼的兄姐，请咱预备心，事先报名真理问答的自救班。第二拄曾牧师带咱邀请3月21拜六2点，曾牧师、陈牧师的小女儿悠悠要甲未来夫婿尤家新，伫咱的教会来举行婚礼。礼拜有简单的庭演音乐会加茶会。曾牧师、陈牧师非常诚挚的谢谢大家常年亲友般的情谊，也欢迎大家来共享简单的茶会。拜5暗时8点，伫教育馆1楼有婚前的家庭礼拜，请咱踊跃来参加。第3月29的礼拜日，就是后礼拜。下晡2点，幸福到我家。要伫保利欧礼拜堂，要来举行开堂的礼拜。邀请大家做伙来参与这个神圣美好的日子。请咱继续为这个生日的兄弟来祈祷。红的报告，请咱家己看，若有问题，请会计来更正。大道的事项第一，请咱继续为心身欠安的庄人祭。以及为咱教会所有的长辈的健康平安来代祷。第二，请咱继续为青少年的身心灵课业、升学以及各种考试来祈祷。第三，请咱为适婚青年的婚姻来代祷。第四，请咱为出国在外的青年刘一鸣、林立轩、刘义金来代祷。请咱来吟上行圣诗507首，荣光归圣父上帝。请起立吟全首，吟诗煞，请曾牧师祝祷。荣光归圣父上帝，荣光圣行圣诗三位。愿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主爱，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，甲你每一位三个弟弟对这事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灭道必会。